我知道。定节方案可以。啊，上面还有没有板子？不然这个找这个上面没有。OK， 这个电视走这个要小心哦。安全这个比较有问题。你这样的话，人家如果来检查的话，那个，不然你，组长，我跟叶组长讲好了，要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走。机器给我，你机器给我。师傅，你走，我跟你来。不要拿一块板，很危险。慢慢来，慢慢走，因为你不习惯走这个哦。没有下过工地的。1970年，我考到建筑师，做建筑师多厉害，有32年。忙做建筑师以前，我的心中存有一个梦想。12公分呢？上的哈，东西已经跟我们书本上面就非常清楚。2003年，我有機會入讀客家掌上班學校。為了實現後生時的夢想，我想拍一部與客家建築有關的片。在籌備這部片的時間，我想到了以前在掌上班搞過我的彭啟年多人。伊行過太太細細嘅客家莊，對客家建築有淺淺嘅認識。我決定填定兩個腳譜，去留總條，讓老記記錄下來。你伫家东吼，家东其迄算陆队来讲，迄做队距离开内埔啊，有段距离啊。所以就讲对陆队来讲，客家嘅重心啊，就较热。所以爱普遍来经验来讲吼，其实迄防卫性最强嘅一只，看到人哋现实吼，流最大啊，然后2只舱门，一舱门是舱门看，要冲孔啊。要孔的，看，要围墙，看，要是长一个上来墙，好，要冲孔很长，好，因为我开始来个，底下数位个功能哈，一做来讲非常快调，啊，亮片的，啊，特别8年，哈，不加8年哈，出人啊，出人啊，出个我，只孔没，只孔迄。可能摆创业用摆杂，还了就不用审查嘛，该啦，了按天天啦，你冇乜嘅作用啦，啊，落嚟以後看啊，哦，就非常嚟堅強嘅該只公司，以後門關起來以後哈，門關起來要用選嘅，來杜下過去哈，空氣出來哈，倒起來哈，所以講要按用形成一隻上向飛起來。形成一隻嘅濕唇。入種以後，投入慢慢，不過一件接着一件，隨着每一隻辦法，都會有不同的發現。幫我感覺，呢係一個充滿生命力的總條。嚟到家東，彭多人講，建築要看一棟特殊嘅建築，介紹係小屋。家東小屋，佢係一座5層嘅大屋，用圍牆留基礎屋嘅包頂，最可讓太陽好些。如果你切高啦，你冇邊，就冇邊啦，不但你裝線啊，不過哈全部冇邊啦，形式啊全部中央你阿平我排出，弄個很 Q 啊，
哦，永生含硫。哎，一般来讲哈，做中国改变哈，你从个报个家阿公伯讲提3斤啦，而家提2斤，哎，也可能就是讲形式来改变呢。小屋内度空间设计深入变化，本来感觉到朝拜的客家人色彩深入文化的修容。小屋唔单单用传统的元素，佢嘅正门面档係用西式嘅做嘅，你看起來就係西洋式的風格。该形式一定係日本石頭戲啊，西式嘅元素。你看像那台海。跟落去的青岛就类似按门面嘛，所以要从建筑来看，其实可以泛证到啊青岛的石头的文化。你们讲路按，请进没有关系，还要帮你讲。哦，你很多人还的啊？来，讲。你的头摆糯米肠，来，家常，俺媽媽嚟嘅下嘢，迄種家常嘛。沒，迄個唔係，俺看俺媽媽嚟嘅家種啦，沒，可以哈。啊，有一點現代化。現代化應該。咁咩啊？阿母吼，一聽你講音錯，講音錯，現代的東西哈。我們吼就沒有給它破壞。這個外觀啦，如果現代嘅咪嘅設計全部落嚟啦。一個面朝係舊嘅啦，六百年嘅啦，一個基礎係啦。哎呀，我因為說我現在就吊衣服吼，冇翻拍我哋都買嚟嚟吊嘅啦。你都聽出世啊？我聽出世，啊聽出世，聽出家，啊個係啦到兩歲人生出去，家出去嘅，啊人家落去又到過來。從細就在小家出世。出家嘅新戲子，對特別轉不下帶，材料按太粗嘅幅度，佢有青島講唔清嘅成筆回憶留喺呢度分享。啊，我哋家下做細妹哦，我哋朋友啊，喺我哋前嚟嗬，攞一頭食，佢就係回不是啊，先幫佢個，不知乜嘢，我有個度俾嘛啦，嗰度按你睇天書嘅。嘅乜嘅啊？用鹽啦，用鹽啦。按然後落去啊，多茶必須啦。有上面就特別是我真知道是按方便咯。但係見嗰個老闆咪有啲姜，有啲台，本然後落去，我冇會掛嘅佢，有啲面盤裡，有上面是鐵絲糖啊，叫做花糖。花糖啊，歡迎㗎新年活動的地方，很少出去。那個往各個對板屋裡出去買東西啊，買那個，除非不認識的朋友到前面就要問講啊，我請沒有買，哎呀。磨料到嘅頭擺嘅香啊，嗰時唔敢同喺度，唔敢花啦，係都按你都料按你，哎呀嗰時點泡嗰時嗬，都做按你。有個做那古色古香啦，你像這個的東西哈，其實個東西相似下來，我會推薦嘅。呢啲人類按你冇同人關。是古香。這個修得不錯，對。他沒有把握，他這個不講啦，站高處。就變形，變形。你們19年前係要貼過。咁基本上嚟講，乜嘅啲門環就係用銅嘅骨體。啊，你係銅嘅。點解？所以那個地理唔對。係，而都同人哋做到兩個按太門太幾號？邊個邊個地理？佢把它都銅啊嘛個銅按太大。按太大就穿唔掂。按而家現在有啲活動嚟㗎，你乜地講？原來要做做動作，我哋要去傷啊，佢按太強咧。新戲子講嘅冇唔錯，讓相真正清楚了，有留下讓相嘅記錄，傳統建築嘅獎，將可以保存下來。隔小屋冇幾站，旁多人講，你漢人能可以做火房，同樣係5斤嘅大火，又可以發現能可以種嘅感受。
放美哈。好两面嘛，对，两面嘛。看那。啊，看多得啦啊。有啲社會嗰種路啦。係啊。我嚟做嘢3倍做嘅。你可以是这样做哈。嚇，人哋要西路做嘅。这三盘土了，土那个是。你清奶哦。有一下是不是些？香港人地方已經10個房，得6粒沙台，喐得好得4粒，你睇落嗰度就可能要黐到個掛。那就。係爭一個啫。來看你下，好來。你看到啊，爭一個用一個月。冇，行下就好。係天先頭啦，係啊，天佢頭月啦。租鞋係啊，嗰啲人都掃到下，一時就租落。係咯，一年要租。哦，咁樣。有啲層，係天先頭嗰層。我又你話乜頭髮啊？但係天先一回事。哦，你種唔種啊？你現在散咧？這那風水好，要發胎呢。要會帶起來。是，这发胎，好可嘉。哦，这个是很棒的，多漂亮！我跟你讲，其實它這個比那個手部還精彩，比手部還精彩。哎呦，一邊係個係。出門咩？出門。哦，人，你看。哦，人都買啦。10日貼門幾好嘅，啲門咧。哦。我哋兩係熟㗎。你啲細條嘢。你喺度嘛？冇嘢。冇嘢喺度。係啊，啲條高㗎啦。哦。食係多而家先大嘅。好啊，舒適哦，舒適哦。我睇緊我們呢度。喺香港係講入。哦，吃飯就都喺那邊煮嘅。係啊，先係攞生活等呢度。羅福都一間間嘅房間，就像宿舍咁樣。阿婆老嗌哋講，羅福最旺嘅時節，貴族家屬有幾下白沙大窮下。現在貨房太部分冇人帶咧，全部搬走搶搶。要買個方面。有好多嘅好啊，送下好嘅。至少下好冇咁多。哦，你人嘅嘛？哦。你睇用嘅，它標準啊。這感覺多好。看到一兩片嗰啲房間啊，木頭，係啊，唔看到。你完全就那門純葉咧。係，躺下，你講白土嘅嗬，行簡易嗬，躺下嗬可以。同聽。嘅好蘿蔔，嘅好蘿蔔，好蘿蔔，嘅好蘿蔔，3,000度啊！個矮低我攞好蘿蔔啊！你係啱冇？佢嘅好蘿蔔。要同聽好蘿蔔。哦，呢度同聽好蘿蔔嘅。哦，可能你行年都一年改出來，個嘢都啲藤下。哦，以為但我話你講法，好蘿蔔。在我嘅印象中，北埔貨房屋嘅房間係同條嘅。原來北埔老南埔嘅建築分別安排。頭白嘅羅屋主要係以耕種為主，屋嘅形式較接近一般人嘅屋，佢可以代表菜地嘅特色。唔過強樣係五件大屋，小屋就係長。羅屋手柄不見沒落，食材真大爽。就話，你看我就其實係諮詢啦，高級嘅啦。離開家東，你來到屏東嘅女埔。一就猥瑣吼，係女僕嘅整屋啦。因為電啊看過啊吼，像喺台灣吼，
最有规模的一只卫龙部，啊，到天坛也是跑过了，啊，天坛看起来一讲就3层啊，个规模一态了。我有问过俩初步嘅主人啦，佢讲当时大概祖先啦，要起俩间屋啊，除非到要放讲做起讲总兵车啦，就强拖的意思啦。对于台独这边过来台住的时候，传到以前的时候，做杂物安尼样样，全部安尼增加顺利啊嘿。安尼未放来，今早有一只上门就给入来，村入就给入来。都特别他讲成百个情况咪，如果抢劫啊对咪，抢劫嗰度都做个上门关的，关的咯。特别我这个公司嗰度嘛，有抢劫啊，话上午当打到抢劫啊，就车嚟啊，就安尼。增加太微量物嘅空间设计，係佢嘅用物嘅包起来嘅。太門係俩做物嘅重要嘅出入口，然後市場嘅上坡，從事防禦嘅功能重要。要片就完全無可充分，除非是細散問題啦。要不明確啊，你看呢片就清楚了。要做起啊，冇可以存啦，非常好，要填入冇可以存，3片。公路去爬过夜，直接就去南爬。城堡啦，这些类似的城堡。城堡嘛，佢哋幾班咩？不明確啊，不明確。那個可能是不明機構啊。中國嘅片人看過嘅一個門一天天都亮片，頭前先開咗嘅，有微動部你冇你同嘅，個木嘅你頭前你按亮光木嘅，冇係愛牆攞俾出個半人形嘅鼻道，非常假。我感覺啦，中國嘅片嘅微動部係完全注重嘅風水批人，就講量身嘅安排啦，個。半夜型天人啊，就咁樣，人形啊，地方、西方型啊，日式型啊，非常完整。唔管你是微量、微散、微也好，加微嘅弧形非常的強。穿過整屋嘅廊間，喺你來到塘下背看微屋，旁多人老喺你講，整屋嘅微量形式係來自態度嘅影響。用醬就，要不然就按量記而家象徵性嚟長起來，長高起來。唔過認為環境條件無控讓，整屋比佢嘅影響，個重視防禦，在形式上也有變化。其實冇法度唔順，唔順其實冇法度，所以就變得按壓然呢就慢慢的數會講，所以佢變到大家弧形冇法度說，就按壓變到按壓唔變順呢，人符型嘅屋檐留回復嘅形式，在台灣傳統嘅建築中，還少看到。屋頂要做成人符型，還冇簡單，因為技術嘅關係，所以屋頂變成坎坎坷坷。梯子不要，梯子不要。
哎，第一回，第二回，啊，过来，第一回，最短的。看最短，第一回好，很过来。我哋行业维护到嘅，彭多人看到讲，你规定嘅屋嘅，冇中国规定屋按重规矩。我猜想，有可能嗰當時移民過來嘅台灣嘅人，大部分係港中嘅建築技術冇帶過來，所以用基地嘅樣來起屋。從拜嘅天堂看喺實上嚇，確實係微量屋。啊，唔過一微咗，嗰種係完全看唔到弧線。建築嘅看建築好了，來看這個促權那個拆體化個過程啊，實在精彩。啊，許多促權來讓向加門來開發，啊，還有加技術來讓向建設來讓向等等，所以按用個形式出來。冇成熟啊！冇成熟啊！離開屏東以後，你來到高雄嘅美濃。彭多人老外講，美濃佢唔知來過幾多擺咧。在佢做讓商嘅14年來，佢材料記錄了很多事情，也看到了習總統有很多嘅變化。個東門啊，做嘛向東片地點哈，一聽從咗就講哈，因為這片就喺美濃河嘛，美濃河過去哈向東片哈，而盧凱族啊，盧凱族嘅做起嚟講挺惡嘅，即係佢哋西站門啊，就講一波夫哈，佢會喺狀態，佢就而美濃最做結狀嘅時候咧，用銀路啊，啊，而順着條河巴哈，落去就做隻沙堤。用3年來到來到也非常失望了，本來像土手工來看呢，風水嘅東西，怎麼樣，也全部死過了，依做來嘅時間咧，用個路幾條路全部係落木，行到每講落木咧冇空聲嘅人唔講每講落木行到對度一堆下去，所以松鳳山咧最正嘅就點，看到咧，我就感覺美濃人係非常重視條風水啦，講客家人太睇到一樣啦。這係7年前彭多人所鋪嘅潤南路，美濃嘅松鳳山，又有人講係筆架山。每一棟老屋對待那筆架山，講究屋床嘅風水，難怪美濃出了很多嘅文人老博士。慶陽嘅一條潤南路，慶陽嘅松鳳山，彭多人了解來看，完全冇慶陽嘅。老屋大部分改鐵咧，松鳳山一本高高大大嘅老屋地鐵咧，潤南路嘅牆，人都只有對讓相度嚟去回想。離開潤南路以後，彭多人帶兒女到龍都看火房建築。風堆啊！在嗰度鬼險鴉片出就講到鴉片，僑居海島永渡以永渡嘛，政府鴉片講打出來的，這就比較偏向
一路跟你人北部喺都冇碰到，冇門啊，葵芳咧，葵芳同學。我老旁多人讨論呢結果，因為火房嘅火應該寫成上火嘅火，火房嘅中心係塘下，塘下就拜阿公婆，所以火房要拜向阿公婆嘅人，帶向下。今日突然來咧嚇，咧亮度嚇，咧總部嚇，呢方面係硬平柔啦，啊，總用防燒梅嚇，也熊妹嚇，啲熟絲啦嚇。另外一方面咧，我要希哥夾個中國啊來台做嘅影響，嚇，係在周梁辭海歸賢村，呢甚至嚇來台做嘅歸賢啊係貴嘅啦，嚇來到咧做亮度啊，亮嘅都市啊，地名啦，通過都有關係啊。嘅關聯，另外一方面哈，發現到非常神奇講，呢個錯誤嘅哈，其實南鋪哈，尤其就嗰隻南鋪嚟講，燒就按標準嚟，嚇，人講嘅傳統嘅建築，呢方面講要半夜池，嚇，係先正，還有佢嚇係亮金，當然中國改變佢係三金咧為亮屋，嚇，佢咧為亮屋嚇，你看啊，佢咧就亮級純素啊。兩條輔料，講即4條輔料，嚇，後背嚇加個花台咩親正，嚇，唔過冇圍起來天天，除了就冇圍起來嚇，幾隻嚇，還有就講差一隻就講亮金，迄3金咧實際圍起來嚇，主要影響咧完全缺咗，所以在呢個初步嘅我感受到所以就原鄉記憶啊，嚇，非常嘅清楚，嚇，加個祖先嘅原鄉記憶，嚇，我為日嚇清太嘅茶片嚇。除了冇圍起來之外，嚇，其他就人流，嚇，人流就老影響就冇關係。假如影響嚇，係咪種水果啦，種茶，有茶咧，種茶還是茶人？有田，係種薄誒，那冇問題嚇。唔過你話做建築嚇，因為佢就種人咧，你做啦兩度青島人類嘅產業嘛，日本石頭呀，啊，你話人類嘅產業。當然，你提出講，讓鄉呀民農客家建築非常嘅大，所以民農，現在講民農建築，除了老火房就講人嘅，咁人家初期有亮工人，嚇，你係產業樓嘅建築嘅關係嚇，你係客家建築嚇非常清楚，你係講來看非常清楚。人為時代嘅改變，中國火房嘅人流做出無渲染嘅。點點起出嘅味，好彩順後如日嘅北宮老記做盤，讓唔會按孤單。中午又設一個節假嘅北宮，拜北宮係客家人對土地表達尊重嘅方式。本人聯想到，中午唔單止有言上嘅記憶。對呢啲土地，還有親切嘅感情在。台中東市係我哋離開南埔合縱以後所謂鋪平嘅地方。啊，你講越橫咪很彩，系統就讓向到我哋戰後咧，越橫對啊。你衝口啊？啊，你有看到呀？對啊，那衝口冇唔錯。看冇錯，看冇錯。
有弹头哈，伊做弹讲伊有点衰，个弹头。撞完也衰。要衰啊！其他迄双下头先嗰只，希望有来康嗰只，但冲控嘅调整哈，一失死起来啦，别度较烦，弄被洗控嘅，所以可以到调前出可以。 2月份咧所調解防治反嘅時候，條咧地下咪衝鋒，槍炮計咪衝破，佢哋嗰種嘅防治反來較好嘅前業。而且就所有地包嘅裝地包嘅套路呢，夯套呢，總係慢慢咩講，切啊呢，切條切路嘅，總係要嘅調解防治反業咯，前業嘅時要發出一啲制裁。董事認為下挖山度。 在開發初期，面臨到泰雅族原住民的威脅，所以族群關係非常緊張。為了安全，泰雅大疆下建成省的記錄形式，省就是由側門的記錄。側門係重要的防禦公司。 唔單槍按用，專門嘅套路和調試造成慢慢的形式，行在地度嘅就像行迷宮中樣。過街片啊，細條啊，而家乜用咧？細行咧，好，然後好過兩片好。 你看茶廠都要專門轉過來這條，一做就冇思考講，要茶落來，看看又轉板，但全部係木石嘅，全部木，要最開條嘅路啊，你初步冇讓向到，要站高啦，董事下上嚟按從事防禦嘅總條，旁多人當然講。 在董事新北廣順，有一座真特殊嘅迴龍屋，佢要帶埋去看看啊！呀哈，呢係董事嘅新北廣啊，嚇！呢新北廣都嚇，我以前都學過嚇，所以大不熟，睇睇嘛，這是條呢件呀，董事非常特殊嘅迴龍屋，因為迴龍屋係全世界嚟講嚇，係董事嘅形式，啊，非常珍貴啊！我坦講嚇。 就係冇得咧，你可能有木石啦，係非常可惜啦嚇。但木石加滿年都一間過去行啊，你嚟看一下。1999年5月，龐多人在田檔攝下兩張相片。無幾久，兩座迴龍屋因為92日鐵通轉停，現在就存落了木匠天地。這一支還有這個，看。 原來這樣子，房子的坐向哈，新北廣在這邊應該是這樣子往那個方向，啊，現在，啊，正確是我站着，就是房子正中間往那個方向，啊，沒有啦，你看，啊，我呢？很可惜，你看到？ 一條樹誒嚇行財，啊，這個牛燕樹，誒，一條樹，一條樹，對，大概長下多啲啦，長下多啲啊。 省哈，你提出講，其實古天咧就形式，啊，要嗰種嘅親民，啊，非常為好，將家動嘅空間，啊，為好。不過，一古天咧形式，佢人一嚟一到嘅時間，係唔係會難？冇空間啊，啊，冇空間時候呢，哈，冇法度啊，人一嚟增加增啊一到嘛，哈，提出就等於說嗰部獎啊，出嚟。 啊，去設計嘅屋，去設計嘅屋嘅時間嚇，佢對佢嘅想法嚟講，佢屋嘅愛種成堡壘性啊，係咪有防衛性啊？佢行係冇空向人帶空下。哦，空向，
要微量物，一中速，一加速。错，你观察到是讲其中能力冇，有能力的人哈，你看人家可以能力啦，好，你讲财务状况等等，可以及时给你10年来上，一直加速个上，所以那你看你啊董事喺微量物，用上嘅概念来看，就其中冇啊包住，对啊，啊不过一直加速个上，实现啦，每个案例啊。董事提起哈，有30人错。我在庞托人的片库中，寻到几13年前所破的流物货房，人想横财，不过建筑物啥倒退的。我在流物货房寻木匠的时间，渡河渡到头摆是带出2位的刘先生。有没有？你看就前面这个图，好，再找下来，这个是锰，好，很漂亮，有写那个教书地，锰那里面有过3个字，哦，学校的校书地，校书地哈，人家名嘅老梯子留下来，我送一本俾你，那本书，你要初步嘅出聲咪嚇，那件你記得嗎？記得那件嚇，那件，聽得懂啊，聽得懂。一件冇嘅。哎呦，這啲仲有部嘅神狀嚇，大家感覺點樣？因為哈，你太佛房哈，真多富人，他有帶境外感染的，這話孩子那空地很多，那做孩子的時候要玩的，那大家都氣氛還好了，就是有真好料了，真有搞料，放風箏啦，那個放風箏，腳踏車嘛哈，大家做嘛遊戲哈，實在很廣的，在住房裏面，這麼同一個族群嘛，所以話生活好，大家真和諧，真和諧。2004年，我老庞多人來到兩位，劉先生所講嘅鬧熱嘅地方，就存到複雜天天，冇看到建築物，我嘅心觀中有一絲的失望，還有啲唔判定。相片啊！讓我們國產黨嘅倉屋喺龐多人家婆嘅屋下，來到兩位，以特別用盡家婆屋下嘅心情，帶我來看佢從細接起了嘅猥瑣。佢一國產黨嘅日式哈，你看啲磨麻嘅山哈，佢喺度ram梅哈，ram梅喺ram梅辣咗辣下嘛哈，啊看上來啊。哦，其實冇結果呢啲，國產黨係吧？這樣啊，一幾十平啊。對田黨看了下來，倉屋嘅貨房本是太片嘅田、然、老樹包定。在頭擺開發嘅時節，倉屋人現在在自家嘅港中土地上起伏，港中老成法都老兩片土地有親情嘅關係。龐多人講，認為呢種嘅記錄空間嘅豐富無
安克，所以喊作善存。仓木的塘下采天衣金，带演员入去的是庞大人的阿 Q。哦，已经落来了。人家去被马拔了啊！做生意的做出来，出来哦，你係用兩粒㗎嘛？哦，慢慢夾貨，慢慢夾貨下。夾貨。啊，你當然係小強嘛，有啦嚇。雖然感覺你係國度行緊㗎，有啦嚇。誒，一落嚟就感覺無空咗，加多條錢嚇，感覺就嚇。很無形嘅，一落嚟門開嚟是很容易行上下一步嘅。哦，你做咩啊？生產做肉哈。該是殺，該是硬粉碎啲嘢，該是硬粉碎。我們跟過去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跟着來。放底下，按上去喘口。累了，一分累了。對，係累了。倉屋裏度嘅房間係可以重跳嘅，無論有幾多房間，都可以傳來傳去。龐大人講，認為台灣北埔旱天不時落水，所以北埔嘅客家人嘅貨房，大部分係造成安陽嘅形式。先標準嚟啦，啊，睇下門中嚟，國產啲啱啦，要講嘅啊。呢啲社會，呢啲係社會。我让大家知道我的位置啊，我现在人在那个桃园县的杨梅镇啊，有一个叫高山顶的地方。高山顶哦。老师去玩吗？不是，是來這裡有點工作。普遍嘅經驗，龐大人如何接觸廣播節目嘅採訪，然後當中朋友分享客家文化。我們在拍攝這個伙房裡面的生活空間，是。我特別請公眾人員然後兩段記錄下來。鄭家哈，他們在100多年前哈，分家，因為有賺到錢了啊，就分家之後呢哈，分到這高山頂這邊的這一支系這個系的哈，鄭家哈，他們就選擇在自己的土地哈，來把這個房子蓋下來。那還有你剛剛問到不同哈，其實還有個很大的不同哈，因為他把房子是蓋在自己的土地，那剛好我們前段時間又講到說是北部的氣候會颳風哈，會下雨哈，所以很大的不同，在南部人也很難得看到它。我們這個房子的周圍四周啊，幾乎都種了竹子啊，甚至有樹木，後面有種幾棵很大的樹。像這些樹呢，他們平常是不去砍它的啊，只有枯掉的才會被砍，像竹子也是啊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四周種這個樹，最主要就是要防風。哦，當防風林來用。防風林，對，哎，所以你剛才講說什麼不同，這個就是最大的在視覺上面的不同。好，就是不同的環境，但其他的生活經驗就不一樣。那像我現在所處這個位置呢，哈，前面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半月池，好，那半月池透過那個一個竹林呢，前面就有個他們養魚的灌溉池，啊，像那個池塘，我小時候就常來釣魚，啊，有時候是跑去玩水。啊，突然覺得好美哦，畫面很美，是很美啊！這到現在事實上也是很美啊。我再形容一下，那個在竹林，透過竹林呢，哈，它也就是稻田嘛，哈。那我印象很深刻啊。有一次我在那邊照相呢，哈，剛好是傍晚的時候，那太陽西下哈，斜斜的照過來，照在綠色的稻子，那時還沒有開花嘛，哈，綠色的稻子在映在紅色的那個房子，因為我們北部呢的房子叫金包營。啊，金包營是什麼呢？裡面是泥土的，但是怕風怕雨哈，還不錯的家庭呢，就在外面呢，再造一
一层那个墙啊是砖墙，所以它墙很厚。那看到的房子就是大概是红瓦红墙啊，在绿林里头啊，再加上夕阳，很漂亮吧？红金包银啊，是是，是是是，真的是应该去那边好好住一阵子。广播节目主持人唐岛庞大人老两位讲到安详，请上来了解台，另外要上来了解台。俩按好的环境条件，但是后生人大部分搬走的，就存到老人家、小人，输得老火火火。转到台北，我双国家的旅行结束，在庞大人带领下来了解客家建筑与老了的土地深深的结合，看到客家人在了的土地上认真的生活过日，做出了一家有文化价值的服装，了的旅行真值得。建筑兴来一生人的事业，纪录片兴来的梦想，用纪录片来介绍客家建筑，跟大家分享，兴来未来的人生规划，我唔会放弃的，我会继续做下去。